中文翻成原住民语。好，我们先看这一小段，这一小段很生活化的题目，那你看看怎么样把这句话翻成阿美族语？这一小段，它的题目是叫阿基，阿基呢，21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大他3岁的妻子，为了小孩的将来，他们夫妻2个每天认真的工作，非常白话哦。这个中文内容非常的白话，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内容，你来试试看，怎么样翻成我们阿美族。不管你是哪一个方言别，就按照你的方言别来写这篇内容哦。来，我们一起来开始动笔来写哈，在这个信息栏。我们要把它翻在那个信息栏。好，先思想一下，怎么样把这个句话，怎么样把这句话把它很白话的很口语化的内容把它写出来，不要什么你不要往的想很难的去想，用比较白话的口语化的方法把它翻成阿美族语。这个男主角是叫阿基，21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大他3岁的妻子。曼哈基努米豆邦扎。老师要不要先一小句就好了？太长。先翻这小句，分成有3小段落。这句话先翻到哪里？3的妻子那边吗？啊，信息栏呢？不是，我说是翻到大他3岁的妻子这一句就好了。没有整句。这样会不会太长？要不要先分一句一句来？有点太长。也太长了。啊，会难吗？这样很难。很难哦。这个是句号的开始。那如果说第一句到妻子这边应该可以吧？可以吗？大家觉得这样比较简单吗？对啊，一小句一小句翻比较。有些时候我们还要看后面的内容，还好这2句是比较不会那么有关联。那应该这个比较简单哦。来，为了大家不要觉得很困难哦，我们就把它分到一个句号开始翻一个完整的句式。阿基21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大他3岁的孩子，妻子太太。那我们把它翻成阿美族语，用口语化可以口语化来表达都可以。你要从哪一句话开始翻？如果用阿美族话，你会从哪一句话开始翻？
是已经回应了。他再生能源这怎么翻？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好，はい、イラッと細かい号，好，イラッと細かい大家都。Marco di Mili.只要你的翻的，你只要一直翻到就可以了，不要在乎你翻的前后秩序怎么样。有些时候秩序也不一定说完全按照那个方法，如果表达出来很清楚明白，也都可以。先生，你把过高过多了高安山呢？哎，好了，你有刀怪哟。哎。节省那个时间。也可以用嘎嘎，也可以用嘎嘎，因为嘎嘎都要连在也可以，也可以，都阿些可以，嘎嘎也可以，dua biasa嘎嘎用biasaan可以，可以。biasaan kakak也可以，反正他大3岁，读了也照顾了，相差3岁也可以。读了
Sakura Dulu Sakura Dulu Sakura都可以。什么？所以看起来很白话，对，可是有些时候很难翻。可是不要看中文，平常用原住民的想法，用原住民的口语化去讲也可以。你可以先讲大3岁。他可以先讲谁。在什么时候？不在布兰，不在灭赞，亚基，奥伊，这个目前都老灭赞不个巴黑也可以。都老灭赞不个，对呀。玫瑰也写好了，可以提供一些他们的想法，提供一些，不然他们想不起来一句白话文。谢谢伊拉多哥哥。哎，爱豆计算你分享好，好，这个有4位已经写好了哈，那还没写好可以想一想，还有什么样的写法，白话口语化来表达这个简短的一句话。嗨，来，tinggilah untuk kumita kuni mili panai, mitilisan tunini你把你的aki 21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大他3岁的妻子。来，首先和阿米利班奈。Hai, itu sa puluh iraku tsai ameh tsaan ci aki. Cira mo to kato asan cira to tulu ameh tsaan fai fahe. 不是，你明明写你和扎安2个发黑，最后一个字。哦，有人写fai fahe还是fa fahe？ fai fahe， 这是fai fahe是女生，fa fahe是太太。你现在是 FIFA 什么？那个 Y 改为 I， 然后这边 FIFA he 应该是 Fafa he 是太太 ，Fafa he 是女生。好的。Ira ciramo to katoasan
Ciramusto 还是用吉图阿三吉拉？我用大的一个度kakaan cira tutulu amihtsaan kakaan cira bila tak kakak bila tak tu kakaan cira jika tu kakaan cira tutulu amihtsaan kakak 是长比较是哥哥姐姐的嘎嘎比较大，大他3岁这样。Tu kakaan cingra tutulu amiasa papahi。那个嘎杜阿三那个地方用嘎嘎安也比较容易听懂。好，聊那在面的看看怎么样写的会比较顺。好，看聆听一个安，对，也可以，一个安就比它大。好，聆听马上都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1号，我们以后也可以写21，不必写那么长。我们念的时候21就是读萨波拉的不摘，你念的时候读萨波拉是摘，也不一定完全用那个我们的罗马拼音把它拼出来，你直接用口语化，这21就是读萨波拉的不摘，所以要聆听这个写法都可以。好，聆听营，请你念一下。首先要跟你们说，你第3号，来。Pusat polo ira kutsai amisaan ni aki ci papahi ci ratu atau as sepuluh amisaan papahian. 有听到吗？我这边没听到呢。有听到哈？有听到就好了。好。这里面我刚再举例一下，这个21号可以这样写，但是你嘴巴念的时候，你就说杜萨波拉不在啊，没在按这样。你阿基就是阿基在21岁的时候，娶爸爸黑，娶个太太，吉拉啊，他娶个太太都，马多阿斯都杜鲁马多阿斯，好像马多阿斯又有一点点，Matuas tutulu mihzaan papahian 这个女孩子papahian 是女孩子，她3岁的太太妻子papahi 也可以叫papahian，可是这里面的 matuas tutulu 看还有什么方法把这个会念得比较顺。Ci papahi cing ratu. Kakak tutulu amih ca. Kakak tutulu amih ca. Tu kakak tutulu amih caan papahi. Papahian 是女孩子，papahi 是太太。好，我们看美惠的吼，修正一下，美惠有修改一个字吼。来，我们看一下美惠。前面个马美惠。Naman ako how? 首先那里。Itu sa pulo ira ko tsai ami hatsaan ci aki. Ci papahay cingra to kaka mira to tulu ami hatsaan kulaar. 我看这个。这边会人家误会哦，其他把黑情了都嘎嘎你啦。对，会误会哦，会不会误会？看其他的姐姐对，要问他过的。你看怎么样会感觉到是比他年纪大3岁？要把黑情了都嘎嘎你啦，就变成对，其他把黑情了都嘎嘎都。Ci papahi cingra
先讲数字也可以哦。多多罗阿米扎古嘎嘎，可以先讲数字，可以美国。七八八黑金啦，多多罗阿米扎，多罗阿米扎古嘎嘎啊，爸爸一样可以。嗨，把那个年纪放在前面，不要直接说其他的姐姐。Dulu si Bapak Hejing Ratu Dulu Amir Caku Kakak Papahian 好，来智慧有在现场哈，但他们你稍息跟你说林智慧，嗨，20 ira kutsai amiaca ciramor to ciaki kakak ko fahi itingranan tutulu amiaca 还可以了。那你这边是你们的习惯用语吗？米奇嘎嘎比他大，米奇嘎嘎你比他大。我不知道。Kikakaan to kikakaan ko 比较大。Miki kakak 是要找那个什么哥哥。对呀、所以那个前面那个前缀可能要改成什么会比较像哦。米嘎嘎不是超越的意思。对呀、所以这边的这个要改为什么会比较或者说kakaan yang ratu tulu amih sa ku kakaan ora papahi tulu amih sa Cingra，就是那个孩子比他大3岁，那个那孩子比他大3岁。Kikakaan ora papahian tutulu amih sa Cingra，他那个女孩子比他大3岁。Kikakaan ora papahian tutulu amih sa Cingra，智慧有没有听到？我的意思说，那个女孩子比他大3岁。Kakaan ora papahian tutulu amih sa Cingra，就会感觉到说那个女孩子的年比他大3岁，这样。Kakaan ora papahian tutulu amih sa Cingra。哦。Pinang to，我是Pinang to。可以啊，我是Pinang的点一些，我们再修啊。好，我修。有的时候看起来好简单的一句哦，我们会一下子会想不起来怎么讲，这就是技巧哦，这就是技巧。所以不要担心说写不好，你写了才知道哦怎么写，一下子有机会碰到这一类型的这些，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写出来。就像上次我们说哦，他比我大几岁啊，他比他还要漂亮，那比来比去那些话，我们在中文讲起来很简单，用我们阿美族话，我们就一时会想不起来嘛。戴尼安哦，比他大3岁的妻子，有些时候我们不要看中文，你用想的哦。如果我用白话的话，我就会有当他21岁的时候，sa polo ay naku在画面上去pakai hal ini，我的口语化。Sebab itu Cingra， kira ni dulu amih satu pikakaan berapa bahi Cingraan， 我都很白话这样说出来。你也可以这样想，你不要只看这个中文，你可以把这个中再更细一点。用口语化，就会有连接词 ，saga 这样，像
阿基21岁时娶了一个大他3岁的妻子，我可以说当阿基21岁的时候呢，他娶了一个太太，比他的年纪还要大3岁，你可以把这个中文再分的更白话一点，那你就很容易翻。所以要这样想，你就很容易翻。好那个美丽有改过了哈，我们来看美丽修改过哈，彭美丽板奈，好，彭美丽板奈，好，能大过念，我来帮他念哈。我来念，itu sapuluh iraku在阿米在吉阿给，应该是你阿给解出来，你阿给，对。Ciramur tu kakak cira tu dulu mihtsaan fafahi。你嘴巴说嘎嘎，这边写嘎嘎安。哦，tu kakaan kikakaan。Kakaan cira tu dulu mihtsaan dulu mihtsaan。fafahi。fafahi。好，我来念上比较顺。Itu sapuluh iraku在mihtsaan ni aki 这个人ni aki Ramoto kakaan Cingra 比他大一点，大多少都dulu fafahi。你不要再按了，很多按哦。kakaan Cingra dulu fafahi， 这样可以，在后面这个按就可以不用了。好，了解，越来越进步喽。好，我们看你够美会修正好了，来，首先呢，你够美会。はい。修正2個我是那個號。再加别那个格拉最后呢，修正2有修正好了。有修正2，我们看修正2哈。好，我们看修正2。Itu sapuluh iraku在mihtsaan ci aki fafahi cingra tu dulu mihtsaanku laar fafahi mata。那个laar是往比他小3岁还是大3岁呢？有没有看得出来比他大还是比他小？从哪里看是比他大比他小？对哈，第二那个要加，你要放在哪里？你要放在哪里会比较好？就很明显说是那个女孩子比较大，因为你后面没有讲到是比他大3岁呢，还是小3岁，只是讲说年龄差3岁而已啊。你是不是对？laat 就是差3岁。对，还dulu dengan Ijuan Natali。mihatsaanku laat ku tataak aku tatak ku kakak halatangan aku kutuas也可以啊。kutuas dulu mihatsa ku laat 或是 dulu mihatsa ku toas dan nura papahian ijingraan ya. 好。toas dulu mihatsa ku toas， 所以表达的方法很多不是只有一种，很多种方法。好，来谢谢两位。Naman acare sama tama tato， 我们不急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样翻，我们就是学习。好，你milih Maria Haja ni milih Sausin Haja milih。Hai, itu sapuluh iraku在mihtsaan ni aki Ciramur tu kakaan cira tu dulu mihtsa fafahi。dulu mihtsa 还有你没有间隔，对。好，我们看智慧修正过了在7:35这里，林智慧在7:35，Maria Doni
智慧。好，首先他在智慧。好，itu 10 iraku cecai ami hajaan. Ciramur tu ci aki. Kikakaan nurapawahi tu tulu ami haja i jingranan. 哦，这样就很顺，就知道说他比他大3岁。嗨，你看越改越完整，越比较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嗨，好，米粒修改第3次，修正更正第3次。第3次就是后面法法黑那个啊，来分开。对，要分开，对。林婷颖又写了1次，她修改她的1次。来，林婷，你来念念看。可以，Pikaka是 Kikaka 比较好，听到都 Pikaka， 那个前缀那个 Pikaka， Pikaka， Utulu Amiasa Alaat 间隔Papahi 2个。你那个后面的2个啊灭扎拉巴巴希拉巴巴希就好了。对，那个 Y 不用，你少一个 F 嘛，巴巴希 YI 就不用了。对。好，还有没有人在练习？那如果还没有写的人，你可以浏览一下他们手写的内容可以浏览一下他们前面手写的内容。我们今天就是要学习怎么翻译。那么他们会写的人，他都在那边写了，你可以浏览一下他们手写的内容。然后你也可以试着来试试看，不要只会看，你要看人家是这样写，你也就试试看动手把它写出来。好，许信念也完成了来，邵谢恩许信念，你读一下你所写的内容。好。有21 Amir Jani Ake Pataluma Jila Tuya Sakaka Ai Papahitu Sakatulu Amir Jaan。等一下你刚刚21用21念吗？对。你还是用母语讲哦。好。虽然你写21，可是你嘴巴念的时候，你要说杜萨波罗他不自在这样。好，杜萨不要讲21。好，那我看一下因为你的语法跟我不一样。对。有杜萨波罗他不自在米和扎安尼阿基。巴达鲁玛就是娶一个老婆嘛巴达鲁玛金拉杜亚萨嘎嘎爱，如果萨嘎嘎爱，我们这边的萨嘎嘎爱是那个老大，就是领袖最大的叫萨嘎嘎爱，所以我们说比他大的话，我们不可能用萨嘎嘎爱，萨嘎嘎爱是领袖最大的，在我们家里面。大哥大姐叫萨嘎嘎爱啊哇哇，萨嘎嘎爱才会用到萨嘎嘎爱现在你说比他大3岁，可能用萨嘎嘎爱会比较不适当。等一下我们再研究要写什么我先看巴巴嘿大比他大的巴巴嘿都萨嘎杜鲁，这个萨嘎杜鲁爱是第3萨嘎是第。多罗是3的第3个米和扎是第3个年，所以这边不要加萨嘎，萨嘎是我们第1课、第2课小萨嘎自在萨嘎多罗这样，第1课、第2课、第3课前面会加萨嘎，在这个年你不要加萨嘎
杜鲁就好了，杜鲁阿米扎安就好了，不要傻嘎，那个 ay 也不要，那个的也不要，直接想3就好了，杜鲁米和扎安可以。现在我们要想的就是萨嘎嘎爱这句话改用什么会比较恰当？好啊，信念。好的。好，我在想你这句话要怎么改会比较顺啊？我现在后面已经讲好了，萨嘎不要 ay 也不要，杜鲁就好了，杜鲁阿米扎安。那现在问题就在萨嘎嘎爱这边。好，没关系了，我们就都写嘛，我们就想一想怎么样会很恰当。把大陆骂进了都要。多阿三金那个金让哦，一个不对，多阿三用多阿也可以啊，用多阿可以。把大陆骂进了都要。多阿三金让比较大的多阿三金让tolo amihtsaan多阿三金让tolo amihtsaan papahi 这样。多阿三金让那个信念有没有听到我这一句？有在念一次给你听哈。大陆骂金让都要。多阿三金让tolo amihtsaan papahi。有听到吗？我再念，有，你再试试看。妈金拉多亚，多阿三比较大，多阿三金拉比较大，多阿三金拉多鲁阿米扎巴巴嘿。你听到你就按照我念的，你试试看，写一写，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们再修改。好，信念。你勇敢，不错。好，书写，老师可以写给我们你的答案参考。我没有标准答案书写，因为每一个人的写法只要达到这个意思内容就好了。但我想知道老师的答案呢，因为我现在有点。刚刚我念过了，比如说我念了，就像信燕讲，第一个我会很白话啊，比如说。Yo tusa polo ada percaya amih saan ci aki hau i ci papahi cing ratu ikakaan cing ratu tulu amih sa papahi 这样。老师，你后面那一句再讲一次。ikakaan cing ra tulu amih sa 比他大3岁的太太。ikakaan cing ratu tulu amih sa'a papahi 这是一种写法，还可以很多种写法，现在他们所写的都对。就像信念里面很接近我刚刚所想的哦。有读沙波来的在阿米扎安，那我就更白话一点，有就是当。Yo tusa polo ida kutsai amih saan ci aki hau i ci papahi cingra ikakaan tutulu amih sa papahi ikakaan cingra bidata 3岁 ikakaan cingra tulu amih sa papahi ikakaan cingra bidata ikakaan cingra bidata 大多少Dulu amih sa 3岁，一个太太爸爸嘿，这样。朱贤，这样听明白吗？正在理解。我这好，当阿基21岁的时候，他其比他大
大多少？大3岁的太太，这样。当21岁时的阿基，有dosa puluh ila kucai amih sa ci aki ci papahi cingra to ikakaan ci papahi to ikakaan cingra bidata cingra to dulu amih sa 有3年啊，papahi 太太。好，你试着写一下数学，你试着写一下，我们再修改，没有一定标准，只要修改的可以表达就好了。再补给你的机器，就是这样，有些语法的问题了，表达的意思，语法，好，可就起码这里准的老师没写，还有上林金海，你在哪个没说林金海？还在车上吗？还没下车。林金海啊，法基。Tanaman. Kemudian sisi Macam kami tahu cia. ada tahu dia tinggal belum aku. Aisyah. Pakai ni hak pun miso. Oh, ia bapa nak ai tahu. Lah. Akan bahan murah rawah. Kira 那个谁写出来了哈？kira 自己翠云，那个老师。ay sa osyen ko lumiso maaraw to ako kumitilitan lumiso那个信息翠云老师可以发表你现在所写的内容。没有完成哦，还要补充。好，稍息哦。听到吗？马上。刚刚没有写完，就那个手指不听话。好，挨到就把多恩嘛，把多恩的再走，Tusa puluh iraku cicai mehcaan ni aki cipapahi ciratu kakaan iratu tulu mehca。那个独路跟免炸分开哦。对，就是那个手指很快啊！你一直叫，你一直叫，结果发射了，发出去了，发射了。那个就自动分开了哈。叫它分开。大家给它分开。那个独路给它分开。Tusa puluh iraku cicai mehcaan ni aki cibabahe cingrato kakaan mirato tulu mehca contoh nama to mirato tulu mehca 真的是没给它分开哦 tulu mehca 其实我问你在后面 atau isu kakaan cimra bidata
大多少？多罗阿米扎3岁。好，那个多罗自己分开了。请问一下，这个后面阿米扎安你阿基要分开吗？阿基要分开，这个阿基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要大写。那个最呢是你的阿基没有大写，阿基是个人。好，叫他自己放大了。好，他自己分开了。放大。因为我看你的这一题快要结束了，我就很快的打，结果那个手指不还有人在写吗？书写你有没有写？好，要不要等你发表？那个读录那边听到的人给他分开了，阿基那边那个阿基那边也给他分开一下。OK。他还是有结婚了。好，那个没有写的哈，请你参考别人写的这个翻译。那我们要书写，你要发表你第一句嘛？那我们先把第二句给大家看哈。我写了。你现在写了，好，来，所以你那个书写你写好了，发表完我们就可以休息了。等一下我先把题目，下一期我先公告大家，休息的时候思考一下。来，书写你发表一下。读录不录？读上不录。Dosa puluh ajzai ami hadzaan dulu ami hadzaa fafahi。那个20要加一个Dosa puluh iraku zai，这样Dosa puluh iraku zai。我那个21是这样说的。好，我看这个大夫也对了，这个大夫是几个你媳妇嘛？Kata po jaki itu ikakaan mingra pirata tu dulu mehza papai 这样写对啊。然后你念的时候记得那个20要直接写，都是部落伊拉不自在，这样在部落伊拉不自在。好，书写你这样就可以了。ikakaan mingra tu dulu mehza papai 可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但是我先把下一句公告给大家，然后边休息边思考怎么样把这句话翻成阿美族语。好，为了小孩的将来，他们夫妻俩每天认真的工作。好。为了小孩的将来，他们夫妻2个每天认真的工作。那看到中文以后，你用阿美语的思考，用阿美语的想法去表达这个。那平常讲话的时候，努力的工作等于说，你们说的。Lalu sama Teresa， 他就会说不sabi什么，你把爱腰很好，真的都跳到上面去了。你把爱腰Zaira他们都娃Sarojo专注Zaira Lalu认真Mataya 工作都 Rumi Miat 很好，已经到位了哈。好，谢谢。还可以再拉长，还可以加很多。好，ila ko ni Marikai， Marikai， Zata ini。
你帮我为我做塔尼拉山这个沙罗做，米粒，你用沙罗做还是沙罗做？第二，沙罗做，是一个啦，做，沙罗做，做，COR。第，沙罗做还是沙罗做？沙罗做。沙罗做还是沙罗做？好，今天再分析这个专注。我等下查字典。沙罗做还是沙罗做？好，我们看一下马里盖的哈。马里盖首先都没说satu kisah rumai。tanaman首先没说。吴老师，其实上我们还是拜，然后你ulitin kisah. Isa, sausin na ko ha. Malalok mataya caira mararamos. To Rumi Amiat. 这边要稍微加强一下 Rumi Amiat to hakanga ay no orip no wawa na ira。为孩子未来将来生活很好有几个呢这个标点哈。Patulangan Malikai ini Rumi Amia 这边的书写。等下红绿灯，你要话都等下红绿灯。Hakanga ai什么？Sakanga ai hakuniam sakanga ai no orip 那个 o 前面加一个那个咽喉音还是咽喉音 no 娃娃哪一个他们的孩子。好，我们的处长马上就写好了，还少些呢，王处长。下面更正。还susah， 那就注意拿着挂哟。好，8点13分，那高信息，首先komite lisan miso。好。Upapaayawan hoto ikor noawa saka sa itzel sa matayal kami to Rumi Amiat。怎么会是我们呢？他们。真的。人称是他们，不是我们。我写kami。你写 kami 吗？有啊。张热。to Rumi Amiat。张热，kami hanap hai. Kami hanap kita. Hai, 张热，好，该张热。Murarau kinakamay sohaw。是张热，没有注意看哈。我还要为了预备他们。他们啦。未来，ikor 是未来，娃娃小孩子的未来 ，saka 所以 ，saitzer 所以 saka 所以 saitzer 很认真sa matayal 工作。Changra Amaramur， 他们夫妻 Changra Amaramur 都 Rumi Amiat。Maramur 夫妻哦。嗨。下一个来，你王副长多，你跟着那你聊完对，所以还少先都跟人家聊完没说？Mi pari ayaw to sa kinuchila-chila no wawa aulip. Saka malarok kura mararamodai matayar to Amiat。那个马达亚，王处长，你这边马达亚里面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少一个saya kapan aku pindah dengan没关系，我们那kami这边少一个东西哈。好，聊完他在过海马萨比能努力能好。米巴阿幺就是为了预备，为了小孩，为了什么？米巴阿幺都sakino chila 以后 no 娃娃 no chila 以后 no 娃娃orip 为了未来的生活 saka 所以。Malalok 很认真，kura
mararamudai 夫妻matayal 工作都每天都 rumiamiat tama to anji lawa to zai atsimo masa osito masa pinang to niyan 好巴拉还8:16起巴拉伊拉多kun tilisan di pala hao hai 然后星期 hai sakian no haku wa tono wawa I sa inanang saan jangla malalamus mataya to lumiamias 哎，都，你的声音很不一样的哈。聊他在没少些啊嘞，那个巴拉，好。sakian no haku wa tono wawa I sa inanang saan jangla malalamus mataya to lumiamias 好，ano haku wa aku nama ini hao，他们的。haku 有了，有听过 haku 未来什么时候不知道。sa inanang很专注的 saan jangra maramut 的夫妻matayal to rumiamiat 好，反正都已经了解内容，你的内容嗨，问阿赞，你出账号一定要达到完美哦。老师指正，我们更正。Masapi nang ako hao malawak kumaan hao baca to sa pinanaman no minanamay hao at sucang akakalifutan nyo. Hai, 我帮处长来念哦。Mi pari ayaw to sakin no chila no wawa orip saka malaluk kura mararamudai matayal to rumiamiat matayal irato kinaa hao aku masih tayai ha ito masih tayai arai aku sinsi ito kumalawa ai hao 智慧好智慧王城哦，内容蛮多的哈，来林智慧来，请你念一下你这段内容，还。Iharatang sangrato wa ain wa urip saka malalok amatayal kuna mara ramorai to rumiamiat 很好，哇，你们对这一段很了解哦，很多那个了解的这个做家长的都很清楚的这边对为了小孩米哈拉登就去想，他们在想都哈瓜未来哈瓜什么时候努娃娃未来的生活努娃娃，所以加一个萨嘎马拉洛很认真马达亚古拉古纳这对马拉拉姆代夫妻都每天好，智慧外国来聊dengan aku hao 没有ai Mato Maharateng Miharateng 他们在想好Miharateng 好米粒有修改哦对，我修改那个沙鲁座沙罗座是什么？是的沙罗座对，这样才对，好。到现在呢？你把ayal zaira tu wawa salutul zaira malaluk matayal tu rumiamiat 哎，沙罗座好，不是热，沙罗座座沙罗座 OCOD 对，哎。好，所以那高兴是有再写一次哦。来，少些恩安那高兴是。所以老师，爸爸，係，少先那個，係，少先那個，係，爸ayawan hoto ikur nuwawa saka sa itzer sa
mataya changra amaramurtu rumi ami'al. 对 ，maramut 好，changra 张拉 maramut 很好，这边有夫妻了哈。那个 o 可以分开哦，那个大写 o， 爸爸哎呀问头部一个女娃娃，所以孩子的未来还是要为他们预备了哈。爸爸哎呀问 o， 那个 o 可以分开。saga 这样，所以你们这边的 saga 前面可以逗点啊，娃娃点，然后 saga 这样。好，我读过来的问他们班那读个么？喜心愿，首先的喜心愿哪里？你念念看。普通的感觉。Jadi kalau tu tadi tu kanai no ulit no ya wawa malalu matayang tulumi-lumian kuya malalau mulai tatusa. tatusa 很好，再念一次再念一次。全部啊？对，全部再念一次。Jadi kalau tu tadi tu kanai no ulit no ya wawa saka malalu matayang tulumi-lumian kuya tatusa. Mararamutai tatusa， 分在多tatusa， 好，我再帮你念哈。那个第一个字母可以大写，基巴罗做他们有心哈，基巴罗做他们有心都，刚刚爱诺欧雷生活很好，诺亚娃娃孩子，希望他们有心为了孩子的生活很好，这是第一句。saga 所以拉鲁，讲的就是重叠字哈，就是非常的认真，拉鲁，非重叠字来很认真的马达亚的工作都罗米阿米，那个后面的罗米阿米那个也要点哦，罗米一个米那边也要点一个古呀。马拉拉姆在tatusa很好，只有这边有一个符号再加上去就对了。心愿很好，有厉害哦。第一个字母大写加上这一点哦，罗米阿米那边加上的符号，哦，厉害哦。翠云老师，你的麦克风关掉。那个信息。Ang way anjir ho ka ay pantato matingilan yang kumaan hai kira ho committee 在好内容不长也没关系，短短也可以。好。8点27，来的姑娘聆听老师好，来首先跟你说聆听老师。乌萨巴达拉为什么有一点？那一点是多余的哈，乌萨比巴达拉那个拉后面的点是不要的。让他们为了预备马多阿长大，娃娃孩子长大，他们为了预备孩子长大，saga 所以米萨一直很认真的马达亚工作，让他们夫妻两位马拉莫都Rumi Ami每天好，这个也非常的顺哈，只是多了那一点。苏贤也发表了，我们看一下8点28分，这边苏贤已经发表了他的内容。苏贤，可以读一读看看。Cifaluto Zangla tu ikulai ulit nuwawa saka malaluku malalamuslay mataya tu rumiami al。好，等一下哈。Cifaluto Zangla tu
ikurai orip nawa，他们有心为了孩子未来的生活。Saka Malalo认真过 Mararamudai 这个夫妻Matayar to Romi Amiat Saka Malaloko Maraluk Sangra Mararamudai Mararamudai Saka Maraluk Maraluk 这边什么？Maraluk Sangra Mararamudai Maraluk Sangra Mararamudai Maraluk Sangra Mararamud 不要Sangra 也可以吧？Saka Mararamud Kura Saka Malaluk Kura Mararamudai 加一个Kura 可以吧？那个夫妻是吧？Saka Maraluk Kura Mararamudai 我是另外一个人在说他们哦。好，首先你可以跟Kura跟Buk改为那对夫妻这样。Saka Maraluk Kura Mararamudai Amatayar Dormi Amiat 好。对，Kura 对，很好，马上改了哦，这样就比较顺了，因为你人称的关系，你就变成那对夫妻很认工作，大家都每天好，数学这样就可以了。你好，好，还有人吗？还有人在写吗？好，还没有。如果你没有写，可以看看别人怎么写哈。看看中文虽然出来就可以，不必要一直将就这个中文。这个中文你可以用换句话说，这样用换句话说来把它翻成阿美族语，而且你一直看那个字。你一直看那个字，你会把你被框在这个中文里面你用我们阿美族的那个逻辑来表达反正都好，听得懂吗？好，就说我们要多练习了，把我们平常说的话，有还在写没有关系，我们先把下一小段显示给大家看一下下一小段。好，好，小一点点的慢慢。好，好，这一小段这是一个句子，没办法再分了他们除了种植树豆和番茄，也养了很多的鸭以及鹅拿去卖。树豆，如果你不知道树豆是什么，我们叫做法达案。树豆叫做叫的有些地方是不是也叫法达案？我不知道。但是我目前告诉你，我们称这个树豆叫法达案。好，番茄我们通常就跟他们平常外面讲的那个日本话还是什么话，我们的tomato。好，其他的鸭有人叫什么 huak， 还有没有人叫什么？有些地区不叫 huak。买卖，有人叫买卖哦。好。还有呢？还有别的说法，还有鹅是叫鹅怎么说？我们的鹅叫嘎啾。嘎啾。你们的呢？如果不知道的话，就用我说，我的鹅叫嘎啾，有的叫喜明啾，有的喜明啾，也叫嘎啾。啾是那个嘞，是吗？
是那个那叫什么火鸡，火鸡，火鸡哦，火鸡叫什么鸠哈？对，鸠是鹅哈。哎，哎，对，好，把它。但是有些地区不一定是这样哈，那你就按照你们地方是怎么说。好，那这是2句话。这边有一个讲到除了这个字要怎么表达，他们除了这个除了，我们阿美族是怎么表达这个除了？哎，那他们大米你那米给好，哦，真的很多人在看大家手写的，那没有写的，有顺便看人家怎么写，怎么翻，啊，做参考哦。那个除了我们阿美族话有一个口头语的，扔，再一个任务，再一个任务，速度atau番茄是在，哦，扔除了，再一个任务，再一个任务，速度番茄是在。Ipahafay changra, ipahafay changra hacha to, ipahafay hacha changra to, aluman adihay, aluman ko ipahafaya ng ra, aluman ko ipahafaya ng ra, tu, ya, atu, ami。麦怎么说？你们的麦是怎么说？我们就把它盖，有的地方不晓得，不知道怎么。你们的麦是怎么说？ Paliwan. Mana ni? Paliwan. Paliwan. Paliwanan. 要卖的 Paliwanan. Oh. Sapa. Sapaliwan. 下一个沙巴哈，下一个前缀。我们还有一个叫我们那里的沙巴扎盖，
个比较接近白浪沙巴修飞做生意，大概加一个前缀，用来卖，拿去卖。除了这个增，再增suto atau panca acai upinaluma nangra paluma nangra ipahapai hata ipahapai aja hai kuni patang aja hai aluman kuni pahapayan hentu 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处长已经完成了，我们来参考一下处长的学法哈。来，王组长，首先呢，第一单的说，Cakadeng o bataan atau tumato ko ni parumaan ng ra. Ni pahabay haca to Oak atau kacau malu sapa cakai. 很好。我爱说人，我爱说人。Aray, sing satu. Satu. Saya zeng u bataan atau tumato ko ni palumaan ng rasan. 他们不是只种这个树豆和这个番茄而已，他们也喂养哈扎，另外的是哈扎，另外他们又养了什么呢？加一个哈扎，另外又养了鸭、wak atau kacau 鹅，做什么用呢？马肉。沙巴扎盖，马路，很多没有切进去。你没有讲到，讲了一次两次了哦，自己都吃不到，都全部卖掉，应该阿鲁曼古尼巴哈巴yan哦，你没有加很多，阿鲁曼古尼巴哈巴yan养了很多，那个买不到饲料哦，阿鲁曼古尼巴哈巴yan，少一个很多，好米粒，班奈。好，美丽班奈，hari首先可能没说米地里山。是下面那一个。好，下面那个来，你念呢？好，saya kadang fataan atau tomato kuni palumaan naira. Alihai kuni pahafayan naira tohuak atau kacau usapa cakai. usapa cakai nairahan. 什么？alihai。我们平常阿迪嗨是没有生命的呢，阿迪嗨是没有生命的哦，有生命的叫阿鲁曼过你，阿鲁曼，你要用阿鲁曼哦，不能用阿迪嗨，阿迪嗨是没有生命的哦，东西哦。好，好的，谢谢。好，2:43林庭宇，来，听你怎么第一个字没有大写呢？好，请你写一下，请你念一下你的内容。首先，跟我们第一单的秘书。好，怎么会啊？下一秒，我来，你的哦。Saya kadang di Paloma tu. Tomato atau
案这在你的阿鲁曼少一点呢，阿鲁曼还有少一个阿鲁曼哈扎也另外养了很多的阿鲁曼，这个加了一点哦，阿鲁曼哈扎过，你把哈巴yan为那个饲养了他们ng ratu huwak atau kacau sapi sapi pacakai， 为什么 sapi 呢？usa pacakai 就好了。usa pacakai 不要 b 了 ，usa pacakai naira 就那个 b 不要 ，usa pacakai 是拿来卖的 ，usa pacakai 就好了，不要 sapi。usa pacakai 直截了当。好，王处长又在8:43把刚前一句又修改了，来。一抓股刚刚那个少个很多阿迪嗨，加了阿迪嗨不要处长，阿迪嗨是外国生命的阿迪嗨，我刚刚讲了，阿迪嗨是没有生命的那个鸭会有活的阿鲁曼，还两扎个，阿鲁曼过你巴法yan，我们东西没有生命的，我们叫阿迪嗨。米粒改了来更正1还有更正2。更正没有怕有更正2。Sa ay ka lengku fataan atau tomato kuni palumaan naira. Aluman ku ipa hafayan naira tu huak atau kacau usapacakai naira。好，很好。tomato， 那个你念这个。扔那个要清楚一点，扔不是扔就好，要扔。Sa ay ka扔5 Ipaluma tomato atau pataan 这在不是只有中这2个。扔，我说那个要发出来。NG 它这说 NG 难怪人跟差很多。米粒班奈，你更正1，听到我们的好，我会更正2。还有更正2，好。林丁颖8:45更正的吗？你没有注明更正。来，首先他这个你说林丁颖，来，我关起来啊。58，对啊，你58对啊，你嘴巴念sapi，可是这边写58，你习惯写sapi，这边是sapacakai用来卖的，米粒米粒班奈已经加了adeng，好，你还要念吗？米粒班奈？老师念好了。好，我再念好。好，再念。Saya ka leng fataan atau tomato kuni palumaan naira. Aluman kuni pa hafayan naira tu huak atau kacau usapacakai naira。好，我们接下来在8:47有林智慧写的内容。林智慧，首先komite kita numiso。好，在keadaan sangsa ami paluma tu pataan atau tomato。不对，念到哪里了？念到出现的。8:47那个，来。
Saya kareng ufataan atau tomato ko mipalumaan ng ra. Arihay ko mipakaanan ng dato huwag atau kachiw malo sa patsakay. 还好，好，外国来的问好啊，智慧，老师，我们这边都叫阿迪海呢，不会叫阿罗，哎呀，不会写阿阿迪海罗曼，是那个呢，你是阿迪海是没有生命叫阿迪海哦。不会啊，阿罗曼在我们这个是就是阿罗曼通常都是人呢。我们中的阿罗曼是有生命的。阿罗曼跟阿迪海是通常是一些种的植物啊，阿迪海古巴奈鸟尼尼这样，不会说阿罗曼古尼巴奈鸟尼尼，一定是说阿迪海古尼巴奈鸟尼尼，所以阿迪海通常都是没有生命的，阿罗曼是活的有生命的那种阿罗曼。乖乖。好，苏贤啊，对，苏贤8:48这个。对，我也是好像以为阿鲁曼是人呢。对呀，阿鲁曼是人啊，也是动物啊，可是植动物物也是阿鲁曼。对呀，动物那个植物就阿迪海，还有东西叫阿迪海，还因为以为阿鲁曼都是指人。不是，我看一下，动物也是阿鲁曼。在嘎生长了阿米巴鲁马杜法达昂阿杜达马杜，巴嘎恩哈扎杜阿鲁曼奈啊胡瓦阿杜嘎丘啊米巴扎盖。等一下哈，后面那个用来卖这里。用来卖，好，等一下我们用来卖这边的前缀要写什么？再个灯，你这边再个增长啦，好像他们不够的感觉哦。再个增长，这个好像有哈，不是只有他们。对呀，这边意思好像他们不够，再敢增长了，他们不够，好，他们不够啊，你发了吗？所以这个他们感觉上他们好像不够哦，再敢增长啦，应该是再敢增这样我明白了吗？好，这边的语句稍微调整一下，不然就变成他们不够。再个增什么？再个增pataan atau tomato ko dipalumaan ng ra 这样。那可以再个生啊米巴鲁玛吗？可以这样接吗？这样不行，不能。你语法不对。再个增不是只有，土豆和 tomato 他们所种的而已，这样应该再个增pataan atau tomato ko dipalumaan ng ra 这样。好，这是第一小段。后面的是 pakaan haza to。pakaan 我们平常不用我们 pakaan 通常是 pakaan 是喂养可是我们另外一种说法叫 pakai pakaan haza sangrato pakaan haza 我说应该先讲很多 aluman ko 讲 aluman ko ni pakaan ng ra huwag atau kacau sa pacakai 才知道你先讲什么很多 aluman ko ni pahabayan ng ra aluman ko ni pakaanan ng ra aluman ko ni pakaanan ng ra 还是 pakaan haza 也可以，可是我们这个语法我再看怎么样修改。
这个哈扎可能要调整哦。阿鲁曼古米巴嘎南南ra阿鲁曼古阿鲁曼哈扎可以讲阿鲁曼哈扎在这个阿鲁曼的后面，阿鲁曼哈扎古米巴嘎南南ra a wak atu kacil sapacakai sapacakai 你可以加 nang ra sapacakai nang ra sapacakai 用来卖sapacakai nang ra 或者是sapacakai 也可以。像后面这句阿鲁曼哈扎这样又养了很多阿鲁曼哈扎pakanan aluman hajaku di pakanan nang ra'a hawak atau kacil sapacakai 同学有没有听到？我再讲一次阿鲁曼不是不能用动词吗？把个恩后面呢？你把个恩长拉读。我说可以用动词，你把个恩长拉读阿鲁曼奈啊，胡旺阿读嘎就，他们为你把个恩哈扎读阿鲁他曼们养很多，也可以啦。把个恩哈扎读阿鲁曼奈啊，胡旺阿读嘎就啊。我这边后面这个不是这样写的，乌米巴扎盖啊，不能叫乌米，乌沙巴扎盖变成沙啊，你看。Pakaan haja atau alumanai ahwak atau kacil 后面这句，他们又养了很多的羊跟那个鹅跟鹅，做什么用呢？这边的语气阿米巴扎盖，我的想法在这边就变成说，Pakaan haja atau alumanai ahwak atau kacil sapacakai 这个sapacakai 是用来去卖，用来买卖，用来去卖sapacakai 这边把这个前缀改sapacakai 就前面都不要。这样不是另外一句，如果加不是就另外一句了，是。对呀，用来卖啊，可以意思对就可以，可是你的句子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句子啊。所以我说他们养，然后又卖，而且去卖，而且卖。sapacakai。对啊，用来去卖，用来卖啊。Pakaan haja atau alumanai ahwak atau kacil 这边的意思是说，他们又养了很多的鸭和鹅吗？好。阿米巴扎盖养了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用来atau kacil阿米巴扎盖是可以，可是我阿米巴扎盖阿米巴扎盖哇不晓得呢，我就觉得这一小句这一小段要跟前面连起来的感觉的问题，所以我会在这边会一个逗点是用来干嘛？sapacakai nang ra 用他们拿进来卖着，他们用来卖的。sapacakai 你可以加一下 nang ra 他们，也可以加阿米巴扎盖，也是目前这样讲还是通啊。Pakaan haja atau alumanai ahwak atau kacil阿米巴扎盖。汪处长，你觉得这一句怎么样？汪处长，你后面这一句，他这一句怎么样？我就感觉到我念起来就觉得不顺。你书写。你书写最好。我念看看。因为你念的。最后那一段呢，把个恩那一段。那个这边呢，pakaan haja atau alumanai ahwak atau kacil
马路沙巴扎盖，这样就很通了。马路吼，那马路个前缀作为买卖用的，哦，拿去卖的意思，马路哦，马路沙巴扎盖，当成来卖。哦，还有第一还是要 O 对不对？我马路沙巴扎盖用 O。对呀、有时候我们会用念就会知道，感觉到怪怪的，就是有一些的语法的问题了，语气。内光处长前面要加 R 吗？还是直接哪里的马路？啊，不用。我念看看啊。Pakaan hatsa tu arumanai ahwak atau kacau malu sapat zakai， 这样就啊不用了。马路就好了哈。就马路沙巴成为用来卖的马路沙巴扎盖。就是这句哈，改了这句就好。马路沙巴扎盖要成为买卖。好，处长又再更正。我更正第3次了。第3次。最后一次那个对了。这样子再更正这里，好。有红色音哈。要8:58这个吗？好，8:58，阿丽莎我先。Saya kadang upataan atau tomato ko ni parumaan. Ipahaway hatsa to alumanay ahwak atau kacau malu sa patsakay ng ra。对呀，就是后面这个马路成为马路sa patsakay ng ra。好，ito， 哇，不简单的哦，有些句子就是要反复念，就会感觉到哪里好像卡卡的这样哦。好，就是要多写了，多写才会比较，以后会比较顺一点。好，刚刚那个数学那个就改这个马路，那个阿改马路沙巴扎盖。好。现在已经9点了，我看，其实我们还有一小句，那我们就下次来。这篇文章还有这一小段就没了。好，那么这小句你可以下载下来哈。这小句你可以下载下来，你可以先在家里练习。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就直接讨论这一句，就是这篇短短的一个文章的最后一个结论。那你可以把它下载，或者怎么样把这个抄下来，也可以把这一段，你就有时间来翻翻看。虽然很长，你试试看。你也可以按照逗点、句号这里一小段来翻，然后再翻后面。反正时间2个礼拜，每天想一想看怎么写会比较顺啊，自己念起来也很顺口，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练习虽然还没完工，还剩下这一小句，没关系，你可以抄下来，你可以再有时间把它翻翻看。那我们下2个礼拜后，我们就直接就讨论，你就直接马上写在我们这个信息栏，我们就马上讨论。好，这个马罗杜古达杜基安努米达好啊，这个做古米纳那么努米达。Kirami matsay an hapinang amitili tawi magjasan insyan kita anhaw sa akakalipot kita aminanam amitili taw. Saka hati nito po piti pinanaw numitahaw pahanhan to kita pasra to kita ay hato ko puti anini adaday anhaw. Sushi. Aray, sushi ko. Aray, sushi. Ay, salam piso pansam. Ay, sausin na ko ni sushi and how. Kangang sugar at sa tipang. Sa ay ka asang pataan ato tomato ko miparumaan. Ipakaan hatsa to arumanay ahwak ato kacau sa patsakay ng rakura 也可以变这样，也是对的。
好，书写这样就好了，完整了。我是把这该能的不让那个他们从来卖的，他们拿卖的。好，谢谢老师，辛苦了大家。好，最后一小题，接下来先练习好。1